你係咪成日都話想減肥，想 keep fit，但係又唔知點樣開始？其實要有健康嘅身形，唔單止靠做運動，仲要食得啱。第一步，講下營養先，唔好以為節食就等於減肥。事實上，唔食嘢只會令你個新陳代謝變慢，仲可能減咗肌肉，唔係脂肪。每日3餐要均衡，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同埋健康脂肪都唔可以少。例如早餐可以食隻水煮蛋配全麥麵包，加杯無糖豆漿，夠飽又健康。第二步當然係運動啦，無論你係想瘦、想 fit 定係增肌，每星期最少做3次運動，每次30分鐘以上。可以做有氧運動，例如跑步、跳繩、踩單車，幫你消脂；又或者做重訓，例如深蹲、掌上壓、啞鈴訓練，幫你提升肌肉比例。最後唔好忽略休息同飲水，瞓得好，身體先至修復得快。每日最少飲足8杯水，幫你排毒、提升代謝。總結一句，食得啱、瞓得夠、喐得勤，你自然會 fit 得嚟有精神。記住，健康唔係一朝一夕，而係一個長期習慣。由今日開始，為自己嘅身體投資啦。